是湘华，咱就线落看这个花莲深夜大地震一直摇出着6栋危险的大楼，馆长徐正伟去看各所在大楼损害的状况。 壁倒因为地震，里一旁真大旁，完全会当看到藏伫内底倒啊甲冰箱。外面大楼的态度是规地落得个，就连大门边的门牌也落伫涂骹。花莲半暝啊，佫发生地震，伫五环街经成日倍总社，损害甲真严重。中正路的嘉盛爱美度假酒店壁倒必损，态度甲喙石头落规四界。 现场已经放3角水提醒民众离较远离。离嘉盛爱美酒店无到100公尺的蓝天地顶饭店，员警到现场救封锁线，要互民众挖紧。花莲又搁碰到大地震，真侪所在拢出现受损害的状况，主要是伫中正路的建筑大楼。 花莲馆长徐正伟四界走总赶来现场勘灾，已经开1年无息，也希望我们第一个，因为余震大小余震非常的频繁也不断，我想今天大家也都在这个惊惶恐惧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。徐正伟半暝醒来到富凯大饭店了解状况，了后搁到自强路视察倒塌的洗衫仓库。 徐正伟表示，即摆地震尾时一直发生，提醒民众毋通踮大楼内底，尽量到空旷所在，避免受伤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